大家好，我係簡慧儀。旺角夜晚繼續有人群聚集，有時裝店想落閘被阻止，要由警察介入。夜晚大約11點，喺旺角聚集嘅一批人去到西洋菜南街一間服裝店門口，店員一度想落閘，但俾人群阻止。喂，睇住我頭啊！有人行入鋪頭睇衫，亦有人向店入面叫罵。多人表示要購物，行到入店入面，有人仔細睇店入面展示嘅衫，有人話行動係不滿呢一間店入面嘅店員早前同喺旺角聚集嘅人群發生衝突。之後有人企喺門口展示買咗嘅衫同收據。店員未能夠閂門，最後有警察到場。擾攘過後，店員落閘。到大約午夜12點，喺通菜街同亞皆老街交界，大批人話小巴違例泊車，不滿警方選擇性執法，雙方起衝突。大批警察組成多重人牆，要求聚集嘅人離開。阿 Sir， 呢個唔係 order 嚟喎，你可以呼籲我哋合作嘅啫，你冇權逼我哋走喎。混亂中，有人被警察制服之後帶走。警方喺亞皆老街同通菜街交界拉起咗封鎖線，只有喺交通燈為綠燈嘅情況下，先俾行人通過。無線電視記者先至報道。學民思潮3個成員絕食超過30個鐘頭，其中一個女成員凌晨不適，但拒絕送院。絕食嘅中6學生黃子悅，大約喺凌晨2點幾感到不適同嘔吐，現場嘅醫療義工為佢治理同提供藥物。佢話暫時無需送院。學民思潮喺金鐘設置絕食區，召集人黃之鋒星期一晚10點宣布，連同2個女成員開始無限期絕食，爭取同政府討論重啟政改。咁期間只會飲水。佢哋3人琴日晏晝見記者嘅時候話，如果政府願意重開對話，會馬上停止絕食。佔中3個發起人宣布，今日晏晝會到警署自首，同時勸喻佔領嘅學生盡快退場。但學民思潮表明唔同意。佔中發起人戴耀廷、陳健民同朱耀明喺佔領行動超過2個月之後宣布自首。佢哋重申公民抗命係以和平非暴力追尋公義，抗命者應該勇於承擔法律後果。我哋3個人同埋一啲支持者係決定咗，聽日會去到警署自首。自首嘅時候呢，我哋會承認嘅觸犯嘅罪行呢，就係公安條例嘅第17A 第3款，就係有關就係參與咗未經批准嘅公眾集結。佢話唔排除之後會被起訴更嚴重嘅罪行，屆時會視乎內容再決定係咪認罪。佢哋話會有支持者一齊到中區警署自首，包括天主教教區榮休主教陳日君樞機。另一名佔中發起人朱耀明話，早喺10月初旺角衝突之後，已經多次打算自首，但礙於有其他責任在身，所以未實行。直至近日嘅發展，佢哋覺得有需要結束佔領運動。一想到好多人手無寸鐵之下被毆打，當無論喺現場、喺電視畫面，都使到我呢一位70歲嘅老人家傷痛。我係唔希望見到有任何嘅流血嘅事件，我哋唔再想有人被傷害。為此，我哋覺得已經偏離咗我哋愛與和平，所以我哋尋晚我自己都好強烈
一旦我冇法子可以保護帶領，所以我都能夠不受傷害，能夠平安回家。咁我哋作為成年人，我哋作為一個年長嘅長者，我哋一定要作出一個決定，係守護所有參與人嘅安全。3人自首之後，佔中秘書處、醫療隊同糾察隊等會唔會同時停止運作？戴耀廷話由義工決定。佢哋又強調和平佔中會將佔領運動轉化，包括抗爭者可以透過喺法庭上嘅抗辯，繼續解釋抗命嘅初衷，以及喺社區推行民主教育工作同草擬社會約章，推動公民社會等等。無線電視記者麥偉報道。多個參與運動人士話會跟隨佔中發起人自首，但係泛民議員就普遍話唔會喺現階段自首，有佔領人士就唔贊成退場。又喺金鐘佔領區嘅集會人士話唔贊成自首，亦都唔會退場。同政府對話先啦，其實都係等呢樣啫。政府肯對話，睇咗對話嗰個過程或者結果，睇點先再決定下一步行動。之前話無初衷，又話好巴閉咁樣，大家又話割席咁，即係點咧？有得人哋清我哋場咩？咁即係佢忍唔忍心咧？如果我哋俾人打傷咗嘅時候。而決定跟隨自首嘅，包括喺金鐘佔領區主持晚會嘅浸大社工系講師邵家臻、民主黨副主席蔡耀昌、中委張文光同埋楊森等10幾人，但係就冇民主黨嘅立法會議員。主席劉慧卿話會等運動完咗之後先至自首。我哋都覺得係應該要即係睇下點樣去深化成個運動，去將個信息咧係帶到去全香港，甚至帶到國際社會嘅。咁呢個大家努力去做啦。泛民飯盒會召集人公民黨黨魁梁家傑亦都話，泛民議員暫時冇計劃自首。主要就因為我哋起碼要睇到呢一個雨傘運動咧何去何從，比較清晰嘅之後咧，我哋先至睇下點樣去即係處理啦。如果我需要負責嘅話，我會負責，但係我會盡量去留守到最後，等到呢個運動完結，我先至會做出呢個動作。人民力量就批評自首為運動帶嚟負面影響，某個程度上係幫呢一個共產黨打散呢一個嘅雨傘運動，亦都令到呢一個嘅雙學領導嘅行動呢係進一步被呢個嘅貶低，即係進行所謂嘅自首呢，我覺得係好不智。學聯同學民思潮都話冇計劃一齊自首。學民思潮絕對係尊重3子自首嘅決定，亦都明白到自首係一個去完成公民抗命程序嘅做法。只不過就係話，可能當我自己已經係孭咗5條罪喺身嘅時候呢，咁我個人聽日咧都係唔會去參加自首嘅。我非常高興呢，係聽到有社會人士呢係協助，係呼籲佔領嘅人士呢係撤離佔領區。呢個呢亦都係政府好長時間裏邊呢係作出嘅呼籲，因為呢而家受到佔領嘅範圍影響嘅交通啊、民生各方面呢都係大嘅。警方發言人就話會按既定程序公平公正咁樣處理參與佔中人士嘅自首，希望有關人士配合警方安排，減少對警署為市民提供正常服務嘅影響。無線電視記者彭國柱報道。行政長官梁振英話：學聯同學民思潮發動包圍政府總部，將旺角佔領者號召到金鐘，易請難送，情況令人擔心。佔領人士繼續喺金鐘佔領區聚集。行政長官梁振英話：學聯同學民思潮日前發起包圍政府總部嘅行動，將旺角嘅佔領者號召去到金鐘，情況令人擔心。旺角嘅佔領者呢？過去大家都經常講㗎啦，背景複雜、品流複雜，呢個呢係令我係十分擔心嘅。學聯或學民思潮前晚號召群眾包圍政總，癱瘓政府運作，嚟咗旺角嘅佔領者，呢啲旺角佔領者嚟到金鐘呢，亦都係易請難送嘅。
梁振英又話：金鐘佔領區離政府總部同立法會好近，擔心衝擊立法會事件會唔會重演。又強調爭取普選唔係靠抗爭。任何嘅抗爭呢都係徒勞嘅，唯一嘅真普選一定係要根據基本法嘅規定同埋人大常委有關嘅決定先至可以落實嘅。佢提醒喺金鐘佔領區嘅學生要特別小心，尤其一旦警察清場嘅時候要注意安全。佢又話近日降溫，天氣反覆，希望絕食同學保重身體。無線電視記者陳日思報導。喺台北，一個香港留學生涉嫌殺死房東，棄屍喺大廈走廊。警方初步懷疑案件涉及租務糾紛。班同學，人是你殺的。22歲姓麥嘅疑犯，尋晚由警員押送到警局問話，警方話佢承認犯案。台北警方尋日下晝接報，話喺陽明山文化大學附近一棟大廈嘅寓所傳出惡臭。警員到場之後，發現一具用床墊包裹嘅遺體，床墊以膠帶密封，只係露出一對腳。而喺梯間一個黑色膠袋揾到嘅死者證件，證實屬於姓林、年約70歲嘅大廈房東。警方又喺疑犯寓所揾到生果刀同啞鈴，相信就係兇器。死者受危害的部分呢，大部分都在頭部啊，以這個額頭跟後腦啊有鈍器啊的這個擊傷，以及胸口有一刀的刀痕啊是致命傷。警方話，疑犯喺案發之前曾經打電話俾房東，聲稱插座損壞，請佢到寓所修理。期間房東向佢追討房租，兩人發生口角。涉案嘅香港留學生原本就讀文化大學，因為冇註冊同交學費，喺2年幾前被勒令退學。佢停學之後繼續喺學校附近租住房間。警方正係進一步調查案件。無線電視記者鄧婉媛報導。美國西弗吉尼亞州一個男人喺多處開槍擊斃4人，之後吞槍自殺。當地警方話，行兇嘅男人係商人，先後前往韋斯托弗同摩根敦向4人開槍。其中一個死者同兇手有商業競爭，另外2個死者曾經控告佢家庭暴力。警方之後喺樹林嗰個男人嘅貨車上發現佢嘅遺體，懷疑佢吞槍自殺。先休息一陣，轉頭返嚟會有其他消息。